其实我大学有一段时间啊，我头毛拢毋敢加手底，因为阮妈妈无介意我加剃头毛，我逐工拢是要登去，因为我伫台中读册，我要去台中读册时，我就调工甲我妈妈讲，我要坐2点的车，其实我是2点走去加头毛的所在，加了我较走登去火车头坐3点的车登去台中。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今日咱的节目伫咧台北专业的录音空间录播课来录制。录播课是由一阵包含着新闻主播、导演、美术设计、创作歌手、网络名人所组织的专业团队。不管是 Podcaster 也是 YouTuber， 只要你有创作的需要，拢会使考虑因的服务。详细资料就放伫咧说明区，互你做参考。听故事偷心事，台语话万事。大家好，我是阿德，希望你今日平安顺遂，过了欢喜。前一阵阿德伫咧 YouTube 顶看到一支这个 MV， 或者高丽菜梅，迄时我有2个感觉哦，听了。讲头一个感觉就是讲，毋知敢有人食过即个青梅搅赤沙。所以讲阿德毋是迄落朝朝拢想狗遐的台南人哦。毋过我细汉时上爱食就是即款梅，食起来甜甜嘛。夹着迄赤沙扣叫迄个感觉，迄个声呢。那这推荐互听友试看卖啦。第二个感想就是讲，即条歌吼一款即个温暖甲亲情的感觉。歌词内底来讲，即个高丽菜梅的滋味，毋是阿嬷甲阮放袂记，是规家伙坐伫饭桌前，点点食饭的风景。是大人有岁了后，毋管是即个推啊，就是即个较退化意思吼，或者是讲失智啦吼，像即款的情形，是说伫咧看待即个情景时，其实心中拢会有真侪感慨嘛。所以咱就会使感觉到讲啊，即个创作者较温暖的迄一面啦，本地是安尼无毋对啦。毋过咧后来我听到规底专辑的歌了后，我就敢若甲我想的讲无啥共款哦，所以咧，咱就邀请到即个高丽菜梅的即个总谱，即个负责人无啦，即个创作者也是规底专辑吼，滴滴答答，创作者王瑞德，伊本人来互咱来挖看卖吼，挖伊即个心肝底到底是什么款的人吼？请瑞德先来甲大家咱听友自我介绍一下，啊，个小证明一下，安尼好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瑞德。我最近发现我的家己台语的专辑叫做《滴滴答答》，内底你的读法是用华语读的吼？不要紧，因为我有当时嘛是，譬如讲，伊滴滴答答的意思是华语内底有，台语有插插滴，也是目屎，目屎也是雨天的感觉。调工练华语的意思是因为其实重点是讲迄个时间。哦，了解。对，我就发现我的专辑内底有10条歌。内底音乐风格拢无共款，对。毋过你讲无共款啦，我有伫听的时阵啊，我一直感觉讲，我敢若有看到一条对一条有一款，敢若伫行一个人生的即个历程共款嘛吼，因为你家己伫对我的介绍内底，其实嘛有讲起着你的岁数啦，所以我想讲岁数即件代志，就较袂讲惊歹势吼。当然我年岁还是比你加啦，所以我家己我感觉真好奇，讲别人伫外头看家己的岁数一路行来，其实一定有真侪无共款的经历，无共款的历程嘛。因为进前你的作品嘛袂少，讲实在吼，当华语的作品为主。10年前，其实你就已经入围金曲奖最佳新人、最佳新人，对无？其实迄个时阵算讲已经真请赢的时间。无啦，无这请赢。后来我嘛知影讲，你有去中国参加音乐比赛嘛，嘛是拢较大型的即个音乐比赛，是嘛有一寡成绩。但是迄个时阵一直到2020年嘛，还有出 EP， 对，嘛拢是华语。是安那？过一年，即2021年，雄雄参加即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去参加台语组。其实伫2019年的时阵，迄时阵有参加迄个南面儿歌。是，我知影。迄时阵，我都有写一条是阿公的鸡喙齿，就是甲阿公有关系的故事。其实这过程中，我
定定拢会写一寡无好听的台语歌曲。无好听，我想要知影一个无好听的台语歌曲的定义是啥咧？我家己感觉诶无好听，就是无一定是特别讲是台语啦，其实毋管是华语还是台语，我就是有一寡练习。拢嘛是有写台语歌曲安尼，但是咱毋是一般家己创作出来，就感觉家己囡仔共款的感觉啊，即个物件袂歹，写来感觉家己感觉无好听。袂互别人听的拢是较袂歹，啊，家己唱起来拢是迄种 tons of shit 迄种。你感觉比例差不多偌济？哦，足济啦，迄拢毋敢摕出，迄有当下是一两句尔，有当下是段尔。哦，就是有一寡灵感啥，就先甲写落来安尼。对。啊，后来是安那原本拢是除了即个南面之歌吼、南面儿歌即个专辑，伊算是一个合集嘛，对无？大家做伙来出一张唱片安尼。那伫咧这以外，其实我看你过去的作品，我嘛有听一寡，我感觉拢是华语无毋对，而且我咧讲虽然讲听起来怪怪，就是华语对来讲嘛是一个较自在、较顺势咧使用一个语言嘛吼，所以。那会雄伫咧2021年会变成即个参加台语组比赛。我知影有一寡人的比赛是感觉讲台语组可能过去啦吼，比赛人较无遐济吼，较内底较无遮济，咱讲强中手就强中手就厉害，遮高手安尼。毋过讲实在，这几年台语组比赛拢足厉害嘛，所以我相信应该嘛毋是个单纯感觉讲这可能人数较少，无遐简单嘛。其实，是因为我2021年的时阵发行我一张华语的专辑叫做《Face》嘛，内底有一条歌叫做《遮多遮多》。迄时阵迄条歌写出来时阵，无想讲我是要写一条台语歌。伫写身躯的时阵，就真紧的讲，我也是要对你唱出心内话，就直接就用台语唱出来。迄条歌就自然就变台语歌曲。是。伊发行出来时阵，大家反应拢真好。就发现讲，我用台语写歌，其实有当时也是真自然的代志。嘛，既然大家有安尼的反应，我就来试看觅写愈济，就是专心来写台语歌呢。要变成讲本地是一个无意就雄做出一条歌，大家嘛真欢迎，真介意，甲发觉讲即个你原地带在来，即个用刀写袂出的即个母语，其实是。伫咧使用来讲，会使互大家佫较介意，所以就开始去创作即个物件呢。对，而且佫加上我拄则讲的30岁即件代志，就即两三冬的时间来，我就是爱面对人讲30而立嘛。嘿，我已经过啊，所以我已经小可袂记你迄个时阵的心情啊。就差不多迄个感觉，就是雄就足侪代志走出来，爱逼家己去面对嘛。遮个代志拢甲厝内底较有关系，所以我变做我咧想要甲厝内底的人讲话时阵，用台语是上自然、佮上亲切的。是，厝内拢是讲台语。对。拢甲你互动，阿公阿嬷嘛是，爸母嘛是。对。所以你爸母无真侪人当迄款咱讲活头症的问题，就是可能甲时代讲台语，活头甲囡仔都讲华语。袂，咱伫厝拢讲台语。因为30岁即个代志，我感觉嘛是真趣味。我真侪人拢会讲，人生当中你会上要伊上注重，就是29岁变成30岁的迄一年。你若30岁了，毋管是即个比如39岁变40岁，49岁变50岁，其实无感觉，已经无重要。迄时阵已经无重要啊，一切已经毋是乌有啊，已经过去啊吼，所以。我当伫回想讲，我29岁变30岁迄天，我其实迄时无注意到即件代志。我是生日过了，我才想，毋对咧，我29变30啊，我以后袂使讲我20几岁。迄个写个字的时阵，拢袂当变29迄。系啊，咱较早若毋管21至29，咱就讲20外岁，对无？我当已经袂使啊咧，即讲20外岁，就有小可即个讲白贼的嫌疑啊。我迄时我家己心肝内上大的冲击，其实是这尔。其实我嘛是反倒转去，较发现我是因为30岁面对这个代志，对，较会写出这个歌，嘛无想讲我30岁。对啊，我感觉敢若是有当下是拄好迄个时机到啊，有当下岁数是一个影响，但是嘛是因为咱豆豆累积家己人生的经历、人生的经验，到一个时间了后，翻头去看，原来人伫讲。
翻头看过去的时阵，5年、10年，只是目一年的时间，真是安尼迄个感觉吼。但讲某某代志，比如讲到大学，我当时讲，对我来讲，大学敢若遮偌久以前的代志尔，但是你若真去算迄数字就恐怖了，拢毕业偌久，嘿，这唔敢去想咧。但是你若去回想着过去的生活，毋管是囡仔时，或者是大学时间、读册的时间，还是拄开始出社会吼，咱伫咧社会，毋管是讲走跳啦，是去做你家己想要做的代志时，迄个经验真是无敢若无遐远迄个感觉。可能都近近啊，还真侪代志，我记甲足清楚。我昨昏伫甲朋友开讲，朋友都好来宜兰找我开讲的时候，都因为较早是伫咧即个传统戏曲歌戏班要食过头路，无做戏啊。但是阮都一直讨论讲，某某人啊那送退休啊，送伊退休啊，伊才几岁呢？无，咱已经过10多年啊，你知影？时间伫过时阵实在是真正即个时阵你都会翻头去想，时间过遮紧，安尼我到底遮侪年来我有做过什么代志？是我经历过什么代志？吼，你家己即个30年的回顾，伫即块专辑内底，我有一个真大的感受，就是还是足像是你敢若翻头去看住细汉的你家己，一直到当即个时间一路行来一寡变化甲。内底包含有一寡反抗，有一寡你感觉讲是安尼，我感觉有真济你对生活当中，我家己看，虽然你的歌听起来一款轻松，我赛车的时阵听，我就感觉足舒适的吼。但是你详细去听伊的歌词，你会感觉就讲，伊其实是经历过真济家己内在冲突，或者是家庭的冲突，重新去看待家己过去到底这一路行来有什么代志是我会使好改，有什么代志是你真正认为讲这是需要改变的代志。我有当时会有这个感觉吼，比如讲你内底甲阿母的关系，我感觉就是伫这块专辑内底真大的一个课题。包含讲，因为你歌名看起来应该是用华语写的，然后为了不让妈妈伤心，对，一直到 Mom's Tattoo， 我讲这两条歌本身是一个真好的对，我唔知你是毋是当初是你想应该就有伫考虑这件代志，是毋是？其实无呢。所以是你的人生本身这两件代志你对话。我可能需要解释，比如讲。为了不让妈妈伤心，这条歌其实是你伫讲你恰字，我其实嘛甲你共款有恰字伫手。我是甲你分享我家己的故事，但是我毋是阮妈，我是甲是毋是查甫囡仔甲老爸的关系会较侪冲突。阮爸伫我读大学的时阵，我其实是关系算袂歹，只要你离开厝的关系拢会袂歹。读册伫外口，我读册伫家己读册，我家己我第二故乡，那我就。往来田迄间啦吼，等到是阮爸较接敲电话互我，因为莹莹啊去甲朋友开讲伤着吼，伊就敲电话伊就讲你创啥，帮我开讲，有一段时间伊无敲电话互我。差不多有正礼拜、2礼拜啊咧，我嘛无感觉怪怪，你知道？去那些时阵，伫外口甲人汪就是汪，我毋知咱听有知影，就是世界甲大家安尼激动啊，出去耍啊，去创啥呢？我嘛无去注意即个代志。那有一天我就敲电话对时是敲互阮妈，敲电话拢敲互阿母，敲电话互你拢是阿爸，我是安尼啦。到尾阮妈就甲我提醒就讲，因为你进前查甫囡仔体检，体检就伊冰单来进前拢体检来顶悬就写讲你单位有恰字。真的假？顶悬会写，伫手骨头的单位。阮阿爸看到足生气的，自古早细汉到大汉安尼，甲你安尼一直甲你讲，毋通恰字吼，罗马这较早的观念吼，罗马这恰字安那吼，你若做编告时吼，甲人冤家互欺负，所以册一个伊嘛无甲我讲，伊就册一个毋甲我讲电话，毋甲电话2礼拜啊安尼吼，然后当我后来过，我就好啦，甲即个搜者敲一电话嘿，甲无安那无啥代志啦，伊就较放下就较无要紧嘿。但是我有一段时间甲你歌词足像是，只要伫面头前，因为我是车伫来手鼓顶悬吼，再唱起来，嘿，绝对拢袂穿假，我较热我都毋捌伫面头前穿假。嘿，第一位我讲第一位吼，第一位我从来毋捌穿假。伫阮妈面头前无要紧，阮妈有看着我嘛讲无要紧，但是阮爸面头前我就是毋敢穿。我就会感觉讲，伊心肝头会硬叫，就是像你照歌内底，所以讲你愿意穿长尾为着阿母，摆互阿母伤心。有当时我嘛感觉足奇怪吼，我的身体，我要伫顶悬写一个字，我家己想要做这件代志，是安那我爱
爱你的同意哈，我几岁啊？我是安那爱你的同意？18岁了我就是一个大人，我是爱你的同意。我是安那爱为着你的想法、你的观念来稳重我家己，来安康我家己的身体。对。但是翻过头啊，我嘛伫想讲，回想着过去讲，啊那呢我过去是安那想要恰字，我嘛想要问你这个问题，我想要先听你的，我要跟你分享我的。好啊，我会当分享我的恰字，互你看。伊其实是一个波形。波形，伊说是其实是。哦，你真正爱穿长衣，你较头前。对，其实我以前就只想要写这个字，这个是我妈妈的名，念入迄个音乐的软体内底。是。啊，造出来形状。哦，了解。啊，我头一个其实毋是这个，是唱一个字，所以较无写迄条歌的时阵，未写迄条歌。啊，尾啊，我一写了。这个图一切了，我就雄雄迄个罪恶感随造出来，我就伫徛我都摆等去厝的5分钟内底，甲迄条歌写了。迄个罪恶感到底是啥？我感觉亲像我歌词内底嘛有写着，就是其实我大学有一段时间啊，我头毛拢毋敢加伤底。因为阮妈妈无介意我加剃头毛。我逐工拢是要登去，因为我伫台中读册。啊！我要去台中读册时，我就调工甲我妈妈讲，我要坐2点的车，其实我是2点走去加头毛的所在，加了我较早登去火车头坐3点的车登去台中。你妈妈的个人的观念，对你来讲是一个最重要的代志，是无？我感觉应该是因为我是老大，我是厝里上大汉，是啊，因对我有一定的期待，希望我可能就是达成因的希望啦，就是做一个稳定的伫社会好好啊，莫雅俗的一个人。就是符合咱一般对一个查某囝、查某囡仔的这个伫咧社会安那徛起的一个规定的这个期待是什么款，咱就对人什么款安尼就对啊。对。莫有一寡较出格的代志，莫互人感觉讲，哎呀，你那甲人拢无共款。对。敢若时代拢会一直足惊你甲人无共款这件代志，对吧？系啊，但是我感觉大个人拢会安尼，拢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无想要甲别人共款，但是你阁袂使甲别人想过无共款。一般咱家己若是惊讲甲别人想过无共款，就是咱讲同侪压力啦、社会压力啦、社会期待。毋过父母期待这件代志，我发觉到有一寡无啥共款的所在。比如讲，我家己伫迄个歌内底，我尤其像为了不让妈妈伤心这条，我都一直会去感觉到讲，咱两个拢做过共款一件代志吼。虽然一个是对阿母，一个对阿爸啦吼，但是在我的心肝头，我想的拢是。虽然我嘛是为着莫互你嗲细念无欢喜，我有感慨，但是我伫车时，我心肝头拢插插伊。真的啦，真的。毋过我就像我当讲，我就伫想讲是安那要做这件代志。譬如讲，你当讲你甲阿母的这个名读出来音，伊迄个音谱的谱形，甲插伫你的手顶头嘛，你是安那要做这件代志？其实我无想过这个问题呢，但是恁其他厝内的所有的亲戚，你无拢甲插一遍？所以拢是煞掉安尼。后盖去看觅啦。我感觉应该是就是因为车子这件代志，就是车起哩，其实都无可能无去嘛，所以我感觉这件代志对我来讲，应该是有一定的重要性。阿母的这个存在，伊本人，伊对你来讲有一个真大的重要性伫遐。要嘛是因为，当然每一个人可能大部分拢感觉对啊，阮阿母对我嘛最重要，就是我会使理解。但是大部分人其实袂专工去甲阿母的名转换了后，插伫家己手的，对吧？表示讲阿母的这个身份其实一直插伫你的手头。但是你规底专辑内底其他的歌，我听起来，如果感觉讲你对阿母的迄个身份其实是有真侪反抗。你反正看起来是你无啥介意，包含讲你想要加戴头毛，所以你的真侪行为、真侪过去的动作，甲阿母之间是足无共款的。你敢若足想要甲阿母行出一个完全无共款的路，但是如果足希望阿母会使接受，也是认同你想要创啥，所以两边伫遐扭扭迄个感觉。其实这张专辑所有的歌听起来，敢若是我几乎拢是咧写阮阿母，其实我有足大的部分是教阮阿母做成我的个性。所以我咧写歌词的时阵，我足侪时间是咧对家己讲话。因为譬如讲阿母较软正，还是讲
较毋敢反抗啊，遮代志拢是我细汉的模样。是。伫我大汉，我感觉爱去面对一寡问题了后，发现讲其实有当时啊，伫遐家己关起来哭，还是关起来无快乐，拢无法度解决问题。所以我想办法去甲家己变勇敢。想要甲我面对的即个过程，甲我的想法，甲我看到的世界，分享互阮阿母，希望伊会当甲我做伙来了解即个世界愈大的所在，甲无共款的美丽。你敢会有一段时间会认为讲，我才无爱甲你共款？会呢，其实即嘛嘛会啊。我爸爸妈妈一寡无好的个性，我拢会做认真去，就是莫变成迄个模样啊。但是迄其实一定伫身躯内底啊。我感觉人一般咱受爸母的影响有真侪无共款的面向吼。比如讲，有一寡部分是咱知影讲爱伊着迄个性，受咱妈妈爱伊着迄个性，迄个部分咱家己有当时有法度抽出来，咱会使为一个外人角度去看，伊就是安那，伊就是安那。即个性我知影，但是我袂受伊的影响，我嘛毋是即个性，我知影我毋是即个性。那第二是，虽然讲有当时即个性吼，互人真倒弹，但是佫较高阮，咱嘛知影伊就是迄个性。但是有一寡物件是。伊某一寡个性，就是某一款行为，某一款长期，互人的感觉，会互人真一方面感觉讲，我敢若甲伊愈来愈成；一方面对即款的个性、即款的行为是个人是真反感、真反抗的。会有即款，所以会产生一款我则无爱甲你共款，即个。真互人无介爽快的感觉，我感觉这因为有真侪是内在的冲突。咱讲你比如讲你写阿母安那，但是我家己的经验，你写即条歌虽然真侪拢是看起来你甲阿母以及你翻头去甲家己对话，因为迄个阿母有当时是其实是你心内的一寡物件。但是我家己伫听即条专辑的时候，我家己嘛会一直去想起着，那安尼我甲因为我是查甫囡仔嘛，我甲阮阿爸。阮老爸关系，或者是讲有啥物代志是，我嘛会讲，我是毋是有即款感受？我就无希望变做啥，或者是安那。毋过因为规个来讲，我的个性较种着阮阿母，所以较无遐明显即个反应。当然嘛有一寡概念、观念、行为，一定是爸母会互你的，所以也是有。毋过我感觉都。较无遐大即款的，伫咧歌内底我所感受到的即个反抗，反正是因为比如讲，你拢是查某囡仔，即迄个性别的议题嘛，是我感咱人民嘛使来讨论一下即个物件吼。那后来因为咱来共款翻头来看你家己迄个听，迄个等于你一直甲压起来嘛。后来到即个 Mom's Tattoo 的时阵，我感觉。敢若有一款，我袂使讲啥腿条怪怪，甲手印比起来啊，安尼好无？都在你看吼，咱做伙去射鸡，我嘛是安尼用起来，咱两个手牵手会使去射鸡嘛，无要紧啊。我毋知是毋是真有即个情景啦，但是我家己会头壳会浮现即款的感觉。你家己到写到即条歌《Mom's Tattoo》的时阵，会使解说一下，即条歌到底是安怎出现？其实我感觉，就迄个迄是一。手比起来是一瞬间，一时仔的代志啊！无遐简单。我要比迄个手动作是嘛是无遐简单。对，就是可能拢会伫遐丢毒，但是有当时就雄甲比起来，代志就解决了。我感觉有一寡即款的感觉，因为别人嘛甲我反映过，讲我的歌曲是安尼摆做伙，即个感觉。其实吼，阮阿母有去互阮影响着。对，因为可能嘛，我拢一直甲伊讲嘛，你就是爱 say no。对，有当时家己大汉变做阿母较细，就是囡仔安尼爱甲伊教育，对。所以伊嘛是因为家己对我甲我妹妹做伙面对所有代志了后，伊嘛家己有一寡无共款的想法。因为我妹妹其实嘛有阮阿母的字，阿母的字伫身躯。你较是恁厝内文化就对啊，无你甲一地传过一地拢安尼。对啊，我妈妈就讲无我嘛来请是，伊就是有一工就雄安尼讲但是伊是真保守啦，伊即马未去请。毋过伊伫讲出即句话的时候，我想对你来讲应该是一个真大的一个点讲，对，迄个心肝头所以我伫你面头前。即个赤字是完完全全会使讲是放下无问题啊，对无？对，我家己伫看即物件，当然因为阮兜是无拄着讲爸母去赤字是无啦。但是其实真趣味我
捌陪阮阿母去出国去耍哦，伫其他所在。那因为遐足热，所以我是穿假，我都查某囡仔嘛有穿吊架出去。啊，阮妈就变伊嘛无感觉，伊看过啊，伊无差。其他的人我都讲啊，你这车是真水。对对对。人讲，你这车是真水咧，讲什么意思？啥就会讨论说，敢若。我感觉当然是这个反应无发生伫咧阮老爸身上吼，因为我伫面头前嘛是较无机会穿着假啦。但是整体来讲，我会感觉哦，敢一款叫外人来表现互家己的爸母看，你看，恁看到恁个观念改者，你看你这甲你共下的人拢讲好看哦。我迄时阵有即款感觉，就是当恁阿婆讲说讲啊，就是。反正我嘛会使未来会使来恰这字，甲对应着拄则你讲，希望讲带阿某去看卖外口这个世界。你敢会讲讲，当伊讲出即句话时阵，其实敢若已经打出迄个要出发的迄个起点嘛。我感觉是因为，毕竟伊拢是50-60岁的人啊。你若要互伊有一撮改变，其实拢需要更加愈济时间，比起咱即马30几岁。是。所以我感觉对我来讲，迄是一个足大的进步。伊愿意互家己有一个无共款的生活，我感觉拢是真好的代志。后抓爱换带恁阿某做伙来上节目，好啊。因为这几条歌拢甲有做，你的专辑这块专辑甲有足济关系，对无？所以有当时可能大家嘛想要问一下，阿某是安怎想哦？我讲应该伊规个迄个人生背后挂大。有当时阿婆无你，真正有一出舞台剧，敢若做我的妈妈欠栽培，对吧？敢若有即条我敢若有即个舞台剧的款吼。阮阿母嘛常常讲出一款话，我妈妈嘛会呢。嘿，所以谁来讲出这款话，表示讲伊心内有足侪想要表现的物件。对。可能长期以来嘛，包含过去的社会，就像你伫咧伫歌内底常常，我嘛看出迄个影，就是做阿母的人过去是安那一路行过来吼，真正物件是咱当会看着讲，敢有必要安尼？对。你敢需要遮委屈求全？我敢有拜托你安尼？就像你都已经甲单嘛，囡仔嘛大汉啊，你敢袂使搁放个较看心肝放较看来安尼？无法度呢。对。好，要踏出每一步拢足困难的。但是你大概听到因咧讲。我迄是欠栽培，你想讲来，你来，卖困你面头你来。其实为了不让妈妈伤心，迄条歌原本demo 版本，我伫我演唱会有邀请我妈妈做伙唱。嘿啊，就是爱互伊徛起你啊。因为伊就讲伊想要做歌手啊，细汉时阵。对，奇怪咧，大家拢做。是不是有真济比例阿某拢是安尼？应该有哦，讲迄戏我会当演哦。过去这环境互伊无法度好啊发挥安尼。这其实伫你的专辑内底，拢听到这款的感觉。来，伊敢无来？有啊，有 Legacy 台北 Legacy。有唱无？有。哇！我想伊的世界完全行出来，看到一个完全无共款的世界啊！然后徛伫台顶台骹的人，真侪人会有即款的感觉啦。但像拄则，因为你讲你伫写字的时阵写阿母的名，即点对我来讲是一个较特殊。咱都嘛一直讨论这物件。我家己的经验，顺甲你分享我家己的写字哦，做一个写字的朋友。我家己迄个时阵是安怎会去写字？对我来讲是一个真大的反抗。但你讲反抗啥？是毋是反抗爸母？其实嘛无完全是。大学的时阵，迄个时阵你准备考研究所，那考研究所时阵，真侪人。伫我迄个时阵，我有真侪疑问啊。我是安那会考研究所？敢若我自细汉到大学，可能你小可较会晓考试一说啦，较管事考试的人，伊会甲你讲你未来就是。小学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敢若即条路是，就是你面头前就敢若即条路。当你已经读到大学，你准备考研究所时，你头壳会，你明记知影讲，敢若无啥对同。毋过，敢若我已经行伫半路啊，我已经无法度过回头啊。你当无可能讲，我当翻头要去读一个职业学校，我要经一个我真正。甲当我有兴趣的物件，当然有的人可能会伫咧大学时间去耍乐团啊，耍啥。但是当你要考研究所时，这物件你又快放下，对无？所以你会感觉讲，你敢若伫咧成长过程有真侪物件，你想要爱，你想要去做的代志，伫咧爸母互你的教育甲伊的观念内底，已经甲你绑走啊。你无即个选择，所以迄个反抗的心情会愈来愈大。我伫迄个时阵感受就是安尼，我是安那考研究所，但是我敢若已经找无一个
我认为会使行的路，除了考研究所以外，迄个时阵是安尼。当然打翻头看你感觉讲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当初是因为你无你头壳内底无其他的选择的可能，每一个阶段去思考刷落来你想要做啥，你无甲你讲即个，甲你讲你刷落来爱做啥，嘿，读册会晓读册，囡仔就去读册，这是一个真对我来讲真大的反抗，就是讲我特别做一寡你无介意的物件。所以迄个时阵车字对我来讲有即款的感觉，那所以即个情形下我是袂甲老爸老母名车字分数，当你想起来但是因为你车的物件，佮我无啥共款，然后我讲这咱两个伫车即个物件可能平车伫手的平小可爱按一个吼，但是小可有一寡无共款的个人的课题伫咧内底，我感觉是安尼。其实我嘛有一撮听你安尼分享，我嘛是有一撮反抗，因为我嘛是好好读册人。伤乖啦，我感觉我即摆拢会感觉我细汉伤乖。是。对，所以用别种的方法来至少即摆家己是欢喜的自由的，对。对，我目前为止啦吼，毋捌真正后悔过车字即件代志。独有一届就是去进文泉伫日本的时阵，就到位来打起来。你有经验对无？我无去啊，无你就知影爱打起来。我知影日本的拢爱腾光，你袂当互看着车字，我迄时去到大厅是人号做日本三大古文泉之一迄个所在，讲嘛不紧啊，这无讲过问题吼。阿里马温泉就是迄个有马温泉阿里马温泉。真水这个搬车搬过落抓到我都去到遐吼，去到遐要入大厅，想讲无紧，我若无法度去进文泉嘛无紧，因为大厅拢足水的，人毋是出来拢爱去投迄个咖啡牛奶，逐个拢细汉拢看大说，我就讲我就是要去啊，无进文泉我要坐伫遐啉迄个感觉嘿，我就去啊，因为门口确实有写有车字是袂使入去，我想讲袂使入去应该是袂使入去伊的文泉区，大厅应该无紧啊，逐个嘛拢有穿衫。你甲讲了，伊甲讲，歹势有车字连大厅都袂使入来。真正假？因即方面足严格，拢毋是所有的文泉拢，但是较古早、较古板的文泉，确实也对即件代志也是。当然，文化的一部分咱都无去讨论，但是我想真正是说较好笑咧。我连大厅都袂使入去哦，我人已经徛你大厅柜台，你讲安那要甲我赶出去啊？后来因为柜台有即个台湾人伫遐食头啥，就甲因经理讲经理嘛真好心出来帮我替我打掉，伊有答应，伊讲你连包嘛伊甲你准备，配有色啊，替我打掉，讲你这遮大地伊甲打掉，讲好啦，后抓是毋是还佫好多入来我毋知哦，无紧啦，久久嘛才来一届有经验都会使所以迄个时阵小可有一丝仔后悔的感觉，但是人生当中来讲，大部分时间我拢感觉讲。当初是迄个车字，毋管你家己事啊，感觉有水无水啦，或者是讲到底即个物件，即个图有意义无意义？当遐济年前，我伫咧车即个图的时阵，迄个当下迄个疼，其实足疼的嘛。对。我都拢会感觉讲，也是有迄个价值。我毋是要鼓励大家去车字，大家你虽然要车字家己思考吼，因为即个效果确实是真复杂对。但是愿意做即件代志的人，我相信有，尤其头一代，迄个图头一代，一定对你来讲拢有真济真特殊的意义吼。无代无是去讨陪听，总是有一寡意义。我伫听你的歌声，我一直对即个tattoo即个代志，一直有即个包含等于下次再拜。嘿，你一个车字就会使补两条歌。这个车字对你来讲一定有真济真特别的迄个过程感受，反正毋若是车字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因为我有真足小型的这个感受伫内底，我感觉足趣味的，所以我今日最上期台就是讲，一定要甲你讲我冇车字，所以我感觉足趣味的啦。就咱怎讲，因为你的歌内底一直有一款反抗加讨厌，咱当伫一直讲细汉或者讲少年的时阵。真够读册，或者讲较会晓考试，大家都会咁讲乖囡仔我嘛毋知是安那够读册甲乖囡仔就一定爱放做伙。颠倒头来讲，你若是够读册囡仔，你就会互人期待讲你是乖较乖的迄个。有当时我讲心肝头有一款足无公平的感觉，就是讲奇怪，迄个较袂晓读册，成绩较无好的毋管是同学啦，兄弟姊妹拢我讲拢共款。敢若无接受着遮尔济期待的遮个人，是安那敢若过了较快乐、较快乐、较
伊逐工咧算个遮欢喜啊！我是安那爱坐伫遮看者，我是安那爱，我毋是天才，我毋是逐工算了，我就法度考试考足好，无我嘛是安尼伫拍拼，才有法度考试考了较好诶成绩，或者讲一届可能失利，你可能接受到诶即个反应，互爸母，毋管有骂无骂，你感受到诶即个反应，甲平常时无什么其他诶囡仔会差足济。有当时我讲迄个无公平，对一个囡仔成长诶过程来讲是足大诶一个暗影伫个心目当中。我家己过去伫观察就讲，我家己当然我当时较像你看说咱甲一个会了有较重新去理解这个代志，或者讲因为咱处伫迄个控制家己诶能力。我大汉啊，所以我今日想要创啥，我会使创啥。我想要看起来较无怪淡薄，我就较无怪淡薄，无你要甲我教。我就是已经是心肝头，我都安尼想完了后，可能较有法度翻头去按打讲细汉诶时阵，家己感觉讲迄个无公平，是安那伊会使安那吼，是安那我袂使。反正迄我袂使，无定就是爸母一定甲你讲袂使，但是你就清清楚楚感受到迄个期待。你若甲人讲哦，我细汉考试拢考了袂歹势，我电脑感觉安那，别人会讲我你足奇怪，就是好处拢是你吼，但爸母一定上少嘛是真少你一个吼啊，安那考试考了好，可能佫带你去电，佫有即个一个所谓互你开啥什么好处，你要爱啥拢较有。对无？啊，若是较蛮配，还是讲较袂晓读册，佫较爱生囡仔，定定互拍啦，互较早啦，互他袂使拍。好，但是你讲这敢若是我伫电啥啊？我细汉就够读册啊。但事实上，迄个真无爽快诶物件，我感觉是对真侪有即个经历诶人是需要时间一步一步去消化诶。所以，比如讲你内底都有出现即个好爸母啦，你豆豆讲我真足听，我嘛一直感觉讲有一款妥协甲反抗之间，一直安尼像咱拄讲扭来去诶感觉。我讲这两条歌嘛一直互我即款诶感觉。你这两条歌当初是你创作诶时阵是拄着什么情形是？好爸母较是一条较轻快诶歌。伊即条歌其实我是上尾啊写了诶歌，但是我一开始就是决定我要有一条安尼诶歌，轻松诶歌，伫专辑内底一直想毋知要写啥物题材，我就有一天就是想感觉好爸母即个词，对我甲阮阿母来讲，拢是一个就是迄个啥物讽刺，嘿，就是想要用伊颠倒边诶意思来甲家己讲，咱。伤软正，伤过软正，袂当安尼面对即个世界，啊无拢会去互欺负。所以你感觉讲，我希望阿母会使有佫较济好爸母的即款能量，还是讲有即个办事，有即个法度保护家己的即个感觉。对，其实应该是讲，我真希望会当好好过家己的生活。就譬如讲，伊对咱对囝儿有期待，迄拢是因为伊无甲重心放伫家己的身躯顶嘛。生活的重心，我希望伊会当拢50-60岁啊，莫去想其他的代志，就是过好家己的生活安尼。因为你的歌其实有真侪家庭课题是对真侪人来讲拢是类似的经验，迄个共感其实是足大，只是讲每一个人面对的人可能是不同款。比如讲像拄仔你讲着阿母，我对照的拢是阮阿爸，今日讲较侪家己家庭的代志啊，就是比如讲。老爸可能若是较传统观念的人，伊有一寡期待，有一寡做法。我嘛定是讲，莫甲你的期待放伫我的身上，你应该爱期待你家己。比如讲，然后你要退休，你退休了，你应该想啥？那生活是你家己去规划你的生活，你的生活毋是应该我做出什么代志去满足你的需要。对。嘛，毋是讲看到我做什么代志，还是人生什么阶段，才好做。你的人生圆满，你的圆满甲我有啥地带？对不对？我除非我今日去太人帮会啦，吼，这另外来讲。但是一般人去过家己的人生，毋管我过了好，过了无好，过什么款的生活，迄拢是我的代志。你一直无家长定，尤其是个迄样的家长，定拢会家己甲囡仔无法度剥离。对。所以，敢若你的人生的成功、失败，甚至是失败哦。拢伫咧囡仔身上，我讲这是一个足恐怖的代志。对，我咧想讲，敢会是讲，因为像阮阿母细汉的时阵，伊就讲，伊的爸爸妈妈，阮的外公外婆无肯伤济重心伫伊身躯顶，所以伊会对伊的囡仔，付出愈济，希望伊会当好好啊，伫即个社会，会当
做一个好人。会当甲人徛起，会当过了就甲大家共款。对啊，所以就变成讲，伊感觉伊付出真济，所以你爱变成我迄个期待的模样。我付出愈济，你就应该回应着我的付出的。对。我讲这是因为我伫看好爸母，当然嘛有一寡专辑还是歌曲本身的一寡介绍嘛，我就感觉足趣味。我会感觉讲，你希望甲即个形象，咱过去伫讲好爸母，大概什么情形哦，大概拢知影。那放伫咧一个，你一直互我感觉讲，即个阿母即个角色，即个身份，即个性别身份，我性别是嘛是内底真大一个议题。即个性别身份，互社会家庭所束缚的是要求你是什么款的型，即个好爸母敢若英语讲 empower， 我华语叫做赋权，毋是老爸迄个父吼，父亲的父，毋是，就是互伊迄个能量，互伊迄个权力，互伊迄个 power。去反抗即件代志，所以我伫看好爸母的时阵，甲听即条歌时，有一款感觉就是，你敢若想要灌注一款能量伫咧，其实毋是啊，无我讲甚至是你身上，去做即件代志，就是我就是嘛无伫惊别人安那想啊是安那，我当然其实毋是真正安尼，但是会有即款的家己经互开的迄个感觉，所以我一直感受到即个。有一个物件压伫外口，但是你要甲经开；有一个物件压伫外口，你要甲经开，一直来去行一路安尼行来的感觉。所以我讲这是历程，就是凡说就是每一个人伫咧成长过程，拢会拄着即款的物件。就是咱伫看顶一眼，咱伫看别人对咱的期待，咱伫看家己安那变化，还有我一个成长过程。这个物件其实是你翻头看的时阵，你才会知影。就是对我讲，咱甲一个会。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反正其实只是一个数字尔，袂因为你29岁变成这个30岁，你雄人生就安那其实无，你嘛无法度雄投票权加2张票，无。但是因为一个数字，一个仪式，一个阶段的感觉，互咱翻头去看时，才开始去察觉，去体悟我家己过去，我一直伫经，甲家己经掉咧，安尼规分说呢。这季来，我到底是伫经啥？或者是讲什么物件？其实我的学习去甲伊和解，或者去甲伊对话，甚至是去引带伊。比如讲，若是顶一年，我是毋是有机会引带伊豆啊，甲我做伙行出无共款的路？毋是伊叫我行倒一条路，是你来我遮看卖。我哋较咱会使个看到无共款的物件，你无想过的物件。我会有即款感觉，就是你甲阿婆最后带上舞台，我会觉大开啦。迄个感受绝对是就无共款的代志。我咧想，好啦，咱顶半段先到遮，吼，咱听一个歌来休困一下。时间并无亲像脚踏车慢慢动，面窗边的甜言蜜语早就应验，穿着新娘衫，面顶的骄魂是我。吃甲50块，一世人的打算，敢讲拢随风飞去啊！伫这个世界，啥物款的爱是讲袂出车，搁哭袂出声？人的故事也搁咧写，你偷仔讲，我真足听。